胡錦濤強力控盤，劉源代理身為主席職權，赴中部戰區軍區站，82軍已經包圍北京。習近平察悉南非、陳文忠、胡錦濤、溫家寶、劉源等人目前安全無虞，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一系列運作。這些運作的核心目標非常明確，協調反習力量奪回軍權，迫使習近平讓步或下台。代表稱，將右俠劉振利落馬，並非常規違紀違法調查，而是遭遇習近平集團的極端手段暗殺，或不如活口式處決。這一說法雖無法立即證實，但以此前將右落馬將領人間蒸發、家屬被控制、不許見律師等傳聞高度吻合。習近平此舉的威懾很清楚，通過最狠的手段震懾軍中異己，試圖一舉恢復20大後的定於一尊狀態，徹底消滅潛在危險。然而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中共軍隊這一次不再聽他的話，各大戰區、各大兵種幾乎冇人響應號召，沒有出現大規模表忠潮。相反，底層軍心出現明顯離散。分析人士指出，去年底一進晉升2名上將救出生命問題，軍隊大清洗已持續1年多。習近平嫡系部隊，尤其是31集團軍、現73集團軍和東部戰區清洗已被大幅清空，而中部、西部、北部戰區仍保留大量將右俠劉振利舊部。這些部隊的官兵對清洗極為憤怒，認為這是對紅二代越戰老兵的公開羞辱。習近平13年苦心經營的絕對忠誠工程，在這一刻徹底露出了致命敗筆。當你把槍佛子最核心的紅色血脈都得罪光了，剩下的不過是表面服從。一旦壓力來臨，離心離德就成了必然。傳聞進一步指向具體的軍事動態，胡錦濤通過劉源、韓勝賢、楊士兵等幾位關鍵將軍，已基本控制了軍隊的主要力量。劉源被指暫代軍委主席職能，與中部戰區司令韓勝賢親自趕赴保定，進駐82集團軍、原38軍、軍部特軍，除北京衛戍區1旅外，另外2旅先後部隊據稱已抵達北京郊內，處於高度戒備狀態，隨時等待胡錦濤的最終命令。這一部署標誌着反習勢力已從被動防禦轉向主動進攻準備。在如此強大的軍事壓力下，習近平集團投降只是時間問題，除非徹底消滅所有中共元老，包括胡錦濤、溫家寶、李瑞環、曾慶紅、汪洋、劉源等人，否則習近平別無選擇，只能下台，接受黨中央決策和意識形態系統的處理。與此同時，劉源已通知南部戰區嚴密看管習近平在深圳的家屬，不允許任何人擅自離境。這一舉動直接切斷了習近平的最後退路，防止其經潛脫至外逃或轉移資產。現在據傳是李強、王滬寧等人在私下做習近平的工作，勸其認清形勢，主動投降，讓蔡奇、王小洪、陳希3人出來背鍋，承擔所有罪責。這恐怕已經是中共元老能給出的最體面的條件了，保住性命，保留部分政治待遇，避免家族被徹底清算。如果習近平拒絕，這一投降協議將化為泡影，迎接他的將是更激烈、更血腥的對抗。回顧歷史，中共政權穩定的基石從來不是某一個人的個人魅力或思想偉光正，而是保守派牢牢掌控的軍隊基本盤。從鄧小平到胡耀邦、趙紫陽、江澤民、胡錦濤，每一代最高領導人上台後，都不得不向軍隊保守派低頭，做出讓步。這也是他們始終無法真正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因。習近平卻反其道而行之，他不僅對保守派開刀，還給紅二代、軍二代發動了迄今為止最強硬、最直接、最具有震懾意義的公開反擊。何衛東去世，就在1月31晚間至2月1日凌晨，一則極具衝擊力的消息在場外中文圈迅速傳播，並被多方佐證。原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已於近日因病去世。這一消息出現的極其突然，且沒有任何官方消息予以證實，卻在多個渠道被以內部確切消息的形式立即推送。這是反習派在用最極端、最血腥、最直白的方式向習近平發出最後通牒：你感動我們的人，我們就敢讓你的人死給你看。何衛東去世事件有3大特徵：沒有官方來源卻播出到同步，確切發布所有消息源頭都指向體制內人士，軍方渠道可靠消息人士，但沒有任何一家官媒、軍媒甚至地方黨媒發布輔導。這是一個典型的黑箱式死亡宣告，時間節點極其精準。將右俠劉正力被抓被帶殺後第78天，胡錦濤公開露面，胡春華雲南現身，劉源、韓勝元獨軍82集團軍孫少成備戰，高新隆葬禮胡錦濤花圈出現，這一系列信號剛剛形成反習力量正在集結、正在反攻的態勢，何衛東就突然死了。這不是巧合，這是經炒卡點，蓄意震懾。死亡方式高度模式化，因病醫治無效突發疾病、長期患病這些詞語，幾乎是過去3年所有被清洗、被軟禁、被控制、被暗害的高官的統一模板。何衛東去世直接套用了這個模板，等於把習近平過去3年用過的全部殺人劇本完完整整地甩回到他臉上。反習派選擇在這個時間點讓何衛東去世，目的極其明確，向習近平本人發出最赤裸的死亡威脅。何衛東去世的潛台詞就是你不講程序，不講底線，那我們也不跟你談程序，不跟你談政治，不跟你談。你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我們就讓你身邊所有的人一個接一個定時，到最後可能連你自己也會因定力意志無效。這意味着槍桿子指揮黨的時代正式到來。過去是黨指揮槍，現在是槍在決定誰還能活，誰必須死。
反習派用何衛東的死亡向習近平發出了最清晰、最殘酷的最後通牒：交出軍權，接受審判，提前下台，或者繼續負隅頑抗，看着你身邊的人一個接一個因病去世。與此同時，習近平家族一單驚爆，網傳習近平姐姐齊喬喬壟斷委內瑞拉及伊朗低價石油，一年淨賺近4000億。習近平家族資產20萬億人民幣，這爆料不是空穴來風，而是結合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奧的公開釋放，以及中共前官員的內部透露，直擊習近平家族如何通過權勢肆無忌憚的掠奪國家資源，將億萬財富塞進私人腰包。這不只是腐敗，這是對中國人民的赤裸裸背叛，是對國際正義的公然踐踏。1月28日或29日在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聽證會上，盧比奧毫不留情地揭露，委內瑞拉在馬杜羅獨裁時期通過戰務協議，以每桶石油僅20美元的超低折扣價向中國輸送海量石油，甚至直接用石油抵債。他痛斥道，這是委內瑞拉人民的石油卻被當作廉價籌碼，以20美元一桶的折扣拱手送給中國人。盧比奧的矛頭直指北京如何利用制裁空隙擴張影響力，同時犧牲委內瑞拉人民的利益。委內瑞拉民眾在貧困線上掙扎，石油收入本該用於民生，卻成了中共權貴的塗血盛宴。這場能源套利遊戲表面上是中國國家利益，實質是習近平家族的私人清華。而爆料的焦點正是習近平的姐姐齊喬喬，她不是什麼普通商人，而是依託弟弟的執政權位，構建了一個橫跨能源、地產、金融的貪腐帝國。至於中共前官員向海外議員盛說透露的驚人細節，齊喬喬壟斷了中國從委內瑞拉和伊朗進口的低價石油渠道，以每桶約20美元或略高的成本拿貨，轉手以40到60美元的高價賣給中石化，僅此一項，每年淨賺近4000億人民幣。想想看，中國老百姓為高油價買單時，這些錢卻源源不斷地流進齊喬喬的口袋。這不是市場競爭，這是權貴壟斷。他通過代理人操控進口配額，只有他才有權力以這種低價大規模進口石油。委內瑞拉和伊朗的石油本該是國家戰略資源，卻成了習近平家族的私人提款機。這種跨國財閥細節，不僅掠奪了委內瑞拉人民的血汗，還讓中國民眾承受高能源成本的雙重剝削。更可恥的是，齊喬喬的資產規模已經膨脹到令人髮指的地步。中國體制內人士估計他的淨資產高達20萬億人民幣，這相當於中國 GDP 的1/4，卻掌握在一人手中。如何積累？靠的就是弟弟權勢保護傘。他指出，他壟斷了深圳和廣州的混凝土生意，高峰期一年淨賺1300億，在深圳擁有170家公司。這些生意不是靠能力，而是靠權力的黑幕操作。更驚人的是，平安集團這個一度營業額上萬億的金融帝國，原屬葉選寧家族，卻被齊喬喬看中後強行搶走。如今，馬明哲只是為他服務的傀儡，這不是企業併購，這是赤裸裸的權貴掠奪。葉選寧家族曾是中共元老，如今連自家產業都保不住，可見習近平家族的霸道與貪婪。